來是台中的北屯有一個女騎士，佇個路口等紅燈，常常後壁一個83歲太太騎機車甲追弄，女騎士摔倒在地。迄位83歲太太是突然間規個人坐落腳踏迄個所在，用兩隻腳做擋啊，要甲機車動起來。原來這個無駕照的太太所騎的機車擋啊害去了。最後，伊嘛失控，弄去人家厝的門口。加在這太太甲女騎士攏敢若受到輕傷。騎車的查某民眾佇咧等紅燈，後一秒就被穿深色衫83歲阿桑追弄過來，互騎車的民眾總摔倒在地。阿桑嘛騎袂穩，伊向規個人坐佇咧腳踏，繼續催油門當遠離開。後壁的駕駛含乘客攏看甲掉青驚嘛，一直嘰嘰叫，過程攏叫行車記錄器翕落來。駕駛趕緊溜過去，才發現阿桑人當彎了後，嘛發現伊倒佇咧人徛家厝的門口口。原來伊的奧多擺擋啊害去，才會用腳來做擋啊。他有講了，他是他的機車的那個剎車壞掉，他用腳去當剎車。所以你會看到他很滑稽，他腳會放下來當剎車的時候緊張，撞到他緊張，又加了那個油門啊。阿桑的奧多擺弄到人徛家厝門口，甲水倒頭弄甲害去，厝主聽到聲音，趕緊撞出來看。倒佇這啊，倒佇這個所在哦，叫做靠伊啦，無牌啊，無駕照啦。碰撞前方停的紅燈，駕駛負重機車的爛雨後，車輛在後續行駛波及路旁民宅及路邊停放了一部負重機車。加在83歲阿桑含扣弄騎車的查某民眾攏敢若輕傷，警察調查兩邊攏無酒駕，阿桑敢無駕照，警察當地釐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